突然发现，你有可能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告诉你，不是有可能，是肯定。别夸你2句就骄傲啊！想做父亲得先成为父亲，连个孩子都没有，纸上谈兵。要不然，我先拿你肚子里那个练练手，给他当个现成的爸爸。我离过婚，我有个孩子，而且我的孩子的爸爸不是你。以后你孩子的父亲就叫郑楚。我要让他们知道，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爸爸。你笑什么？啊？那你是我孙女了？骂人呢？是你自己说的。我说的是，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爸。啊！什么？你跟我开玩笑的吧？郑楚就是孩子的爸爸。那你有什么打算啊？不知道啊。你是谁啊？我找苏芒。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就站在原地，千万别动。你就是郑楚。你知道我？苏芒经常跟我提到你，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他人在哪儿？你知道苏芒离过婚，受过伤。他跟陈佳明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陈佳明一表人才，他们2个郎才女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陈佳明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你要我告诉你苏芒在哪里，你得有理由让我相信你能给到他幸福。哎，你干嘛？哎，你到底要干嘛？这就是我的理由。如果你不告诉我苏芒在哪儿，我就从这跳下去。你快点进来吧，还好我没有心脏病，不然被你吓死了。你不就想知道苏芒在哪里吗？还有一件事，你应该更加感兴趣。什么事儿？你过来，我告诉你。很开心，很意外吧？我让你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慧玲姐，继续，要让我爱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
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这般能纵卷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苏妈，之前我太幼稚了，我以为承诺可以给你带来幸福，我错了。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疯狂追求自由的旅游铁士。我不希望每年的365天在不同的酒店醒来，我希望这辈子能守着你，踏踏实实的睡在你的身边。我今天才知道，我们的爱情老天早就注定了。我们的孩子为他的爸爸妈妈系了一条好长好长的红线，漂洋过海，路途遥遥。从今天开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相爱了。嫁给我。继续，要让我爱的爱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问你个事儿啊，什么事儿？你是怎么帮我姑姑找到那个男人的？其实我也没刻意去找，可能是缘分吧。两个人要是心在一起，早晚就能得到。哎呀，孩子他妈，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不许再玩失踪了。可是我现在失业了呀，以后也想。这简单，赚钱养家的事儿交给我。那你可要想好了，保姆是要做一辈子的。我可以申请把下辈子的合同签了。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这般能纵卷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这般能纵卷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婆，来来来，吃葡萄。凉。我帮你温一温。老婆，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想领证啊？现在就可以啊。穿衣服走人，来，我扶你。哎，我够不着。哦，我来。这是什么？我在英国的账单，孕检的、上瑜伽课的、租房子的一系列的账单，只要把它解决了，随时可以领证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在英国输金子了，花这么多？掌柜啊，你不是爱美集团的总裁吗？霸道总裁为你的小娇妻买的单，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听老婆的。来，亲一个。去，给鱼缸换点水，再给伯爵喂点食儿。另外呢，我觉得家里的窗帘该换了，还有茶具，我送给楼上刘阿姨了，你要买新的。最重要的呢，我现在行动不便，购物癖也戒了，任何事情都得郑大总裁亲自去办。收到。还有啊，中午我想吃酸汤鱼，还有菠菜、豆腐、鸭血，最好呢来点酸梅汤。你现在不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我依然这么觉得呀。不过呢，我还是决定要跟你同归于尽。哎呦，这干嘛？别停！哎呀，这干嘛？无所大呼！老董，你不要掐我，不要掐我！讨厌！世界魔术大赛颁奖典礼现场，欢迎大家来到由携程旅行网总冠名的魅力新生颁奖典礼的现场。老婆，干什么呀？你这是什么情况？我这马上就颁奖了。女歌手的就是唐伯虎。给我拿奖了，给我拿奖了！真的？获得本次中国赛区优秀魔术表演奖的是苏畅。听看见，苏畅也拿奖了。什么？对，苏畅也拿奖了。老婆，你别急，别动啊！我来找你，我来找你。哎，我来找你。行，我在这等你啊。恭喜恭喜！请，谢谢。欢迎。叔叔阿姨好，妈妈，你们怎么不进去？站这儿干嘛呀？正主跟你哥不是好朋友嘛，我们帮忙操办婚礼也是应该的。啊，赶快进去，看看新郎新娘在一起去。好，那我们进去了啊，进去了啊，快去吧。哇，好漂亮啊！你今天也挺漂亮的。漂亮吗？咱俩今天先在这拜了怎么样？你说我漂亮，有新娘漂亮吗？今天这是我姐的主场，她最漂亮。哼，我去找大芒果，今天的捧花一定必须是我的。哟，等我当新娘那一天，肯定比她还要漂亮。怎么着，迫不及待想嫁给我了是吗？说什么呢？我说你夸我漂亮，原来有话等着我呢。切，本小姐不嫁了。爱嫁不嫁，我人缘那么好，追我的人多的是。你再说一遍试试，除了我，你还能娶谁呀？谁都不想娶，就想娶你。
哎呀，楚楚的命真好，有我这个大明星给她做伴娘，你这个大魔术师给她做伴郎。行了，别废话了，走，找我姐。走吧。啊，小顾，你能不能长点心？婚鞋呢？婚鞋呢？婚鞋呢？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我让你们去拿鞋，你取了吗？我取了。那鞋呢？不是，你别着急啊，是这样，那个我从鞋店取完鞋以后呢，我就肚子特别饿，正好看见一家小吃店，我就进去吃了点东西。那结果就什么？我就忘了拿鞋了，再回去的时候鞋就不见了。你是猪吗？你是？哎，不就一双鞋吗？再出去买一双不就完了吗？时间差不多了，来不及。那看看咱俩鞋大包裹谁能穿？对，不是，咱们穿的都是高跟鞋，那苏姐是个孕妇，她能穿吗？那现在怎么办呀？不是姐，你怎么那么淡定啊？一点不着急，你要不行，你穿我鞋去。行了，别闹了，我出去再给你买一双啊。不用了，我有办法。你有办法？你还留着他们呢？当然，留着它时刻提醒我你那时候有多傻。以为一双鞋就把我套牢了？现在不一样套牢了吗？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你合不合适呢？只有我知道。郑大伯母，你愿意伺候我一辈子吗？我愿意伺候你到下辈子的下辈子的下辈子。真乖。哎呀， Hello， 哥，大家好，钟楚，很抱歉，作为你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参加你的婚礼。我现在在玉龙雪山，你看我身后的天蓝吗？我现在送上来自海拔5000米的祝福。我希望你跟苏芒一直幸福下去。还有。 今天的婚礼有我的功劳，所以今天的捧花要扔给果果。啊！我不要捧花，我要你回来。哎呀，咱俩结婚，那肯定能回来。保重身体啊！保重了，我先走了，还要往上爬。你也一样，保重。爸，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在我心里，小秋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子。来，请进，欢迎光临我们慈悲客栈，这边请。珊珊，上海的旅游团快到了，咱们得准备准备了。来了，咱们到门口迎迎他们。
Mr. Chen, do you take this woman to be your wedded wife, to live together in marriage? Do you promise to love her, comfort her, honor her, and keep her for better or worse, being richer 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health, and forsaking all others, to be faithful only to her fo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Yes, I do. Miss Su, will you take this man to be your wedded husband, to live together in marriage? Do you promise to love him, comfort him, honor him, to keep him for better or worse, be richer 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health, and forsaking all others, to be faithful only to him fo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What? 应该说 yes I do。离我近一点。你要干嘛呀？我愿意。一辈子。May I kiss my wife? Yes. 等等，又怎么了？亲也可以，答应我件事儿。你说，再叫我一声孙悟空。这场合不太合适吧？叫啊！孙悟空，听不见。孙悟空！啊，爷爷在此！老婆，怎么了？这是？要是过了，要是了！等，不行，坐下吧！叫救护车，叫救护车！父王，忍着点啊！也不敢问自己，怕找不到答案，谁又肯好下去？总是那么慢，是。